我们的理解。哎，又有一个转折。走气，一波粉面。OK， 来，开机，开机，开机。我有一个调，所以你俩最后一定要捏在一起。非常好，来，换你。新人来啦！天下一家，好似善似，我老板娘都愿意做。那还行。用一种戏曲的方式啊。各位听我说啊，听我说啊，来，听我说，壮化进来，对，均分面光，大家都很辛苦了，来加速，再走一遍，扣一点细节，来，眼睛够直了以后的话，加一个翻翻，哎，眼睛细节就出来了，然后我就会手的话，你看咋样？我也不用问了，你们看，新郎的眼睛都瞅直了。仙女下凡了。仙女下凡了，鸟里。咱先重一点了，发信话。好，上脸，然后跟着他出来说话，第一句完了以后就可以切了。恭喜在我的天下客栈。祝大家新春快乐，团圆